台北大稻埕的街区，也有文书是维持甲真完整，但有国内外游客来遮行大佚佗。为着要推广戏曲文化，戏村大稻埕自新过才被开幕。今仔日特别邀请来自云林的河北各种本地戏团来表演哦，也有店家结合旧衫裤，也有人外地的布料，甲民众家己来做本地戏，红啊是不正趣味，咱做伙来看。胡小主。藐视我唔走，看过来。学生家己请红仔，佮家己分鼓吹讲乐鼓做文武场造角。以学校的本地戏团来讲，有后场是真罕得看到的。戏村大稻埕第一场的传统戏，请云林的河北各种本地戏团来表演。学校自2019年成立本地戏社团到今，后来有真侪学生加入。今年佮得到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得奖的肯定。拜六受到邀请来到台北大稻埕永乐广场办古彩戏《乱世英雄黄走》，予游客欣赏。就是将传统的艺术就甲传落去安尼啦，莫讲叫长去安尼，嘛是爱学校的配合啦，佮家长配合上重要，囡仔有兴趣。今仔阮高中有本地戏社团，就加入是阮个后场有乐鼓来，佮有鼓吹让来，互阮的节奏较分明。大稻埕逐年春天拢会举办戏村大稻埕的活动。今年除了传统戏曲的表演，大稻埕在地有真侪布行，有店家长期在推广衫裤循环教育。这届嘛办活动，运用旧衫裤，也有布行外地的布料等等，教民众做家己的本地戏红仔，嘛通了解衫裤循环再生的理念。你买穿的衫吼，会使卖单调，会使做别项的物件，会使做包袋啊，还是会使做你伫个生活当中会使用到的物件，教民众熟悉这个衫甲土地甲环境的关系。结合传统戏曲，唔若看戏、学做戏，互来到戏区的民众通体验传统戏曲迷人的艺术。主办方大稻埕创意街区发展协会嘛，串联在地店家的力量，希望互国内外游客了解大稻埕的在地产业，也个文化活力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